果聯招特別係8大嘅課程喺放咗 DSE 榜之後，再揾同學去面試呢，其實個重要性都好強嘅。因為去到嗰個階段，其實對於院校嚟講，已經睇晒所有報名嘅同學嘅分數，仍然去揾一個同學去面試呢，好多時就透過呢個面試，或者希望透過呢個面試呢，去分同學個高低，去睇成績以外同學嘅一啲技能啊、性格特徵啊，或者對於報讀嗰個學科嘅一啲熱誠。如果要講真係呢啲面試嘅 tips 咧，其實我諗不外乎同學要掌握3個範疇。第一個當然要自我認識，知道自己嘅一啲強項啊、能力啊，並且有一啲例證去證明佢自己具備呢一啲特質嘅。同埋佢嗰個特質咧，好多時係要同個學科嘅需要配合嘅。舉個例，可能佢去報一個工商管理嘅課程。佢需要啲同學就係有溝通能力，有一個可能係 present 去演說嘅技巧，咁佢就要去證明佢自己有相關嘅一啲即係才能咯。咁呢個就係第一，自我認識。第二就係佢要知道個學科咧，其實究竟嗰個特色係啲乜？例如嗰個學院嗰個學系，佢嗰個學分係點樣？個課程嘅結構會唔會有實習啊、海外交流嘅機會？咁佢有基本嘅認識，讓嗰個即係面試官覺得咧，其實佢都有熱誠去報嗰個學科，去搜集相關嘅資料，去做一個面試咯。咁所以第二個，對於學科嘅一啲認知係要掌握嘅，同埋佢要真係留意翻真係嗰個相關嘅網頁啊，或者院校出嘅一啲通訊咧，去睇翻嗰個學科本身嘅一啲特色。咁第三個就係同嗰個工作相關範疇嘅一啲新聞啦。舉個例，一個同學佢去面試關於教育嘅教師嘅一啲課程嘅，咁佢對於最新嘅教學資訊趨勢，或者例如點樣應用人工智能喺教學方面有冇一啲睇法，其實佢都要準備嘅。咁呢啲好多時就係去評估嗰個學生咧，真係嗰個報讀嘅一啲決心，同埋佢自己本身係咪掌握相關嘅資訊咯。咁所以第三個範疇就係對於嗰個學科相關嘅一啲新聞時事咧，都要有一定嘅掌握。面試咧，通常都真係兩個形式嘅啫。第一個就係一個叫做1對1或者1對多個面試官啦，另一個就係小組討論嘅形式。咁個人面試嘅時候，好多時就真係要把握個時間咧，去突顯到佢啲特質啊。有陣時啲同學咧，佢可能講出自己嗰個強項咧係好普通嘅，即係可能個個都會講一啲好概括嘅一啲資料，咁睇唔到同學嘅特色嘅，咁所以不妨先諗定一啲，例如自我介紹，會唔會用一啲故事去包裝啊，或者一啲特別嘅事件去吸引嗰個面試官嘅一個興趣啊，其實呢啲都重要咯。咁最後就係任何嘅資料咧，其實都最好有一啲叫做實例去佐證。舉個例，我有一個探究科學嘅精神，有冇一啲活動去展現呢？我有一個可能係語文相關嘅能力，有冇啲獎項去反映呢？咁呢啲都係應該預先去準備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人哋就會覺得佢係即係空口講白話咯。咁小組討論形式，我特別都想強調嘅，就係點解佢透過小組討論呢？好多時就要睇同學幾個特質，例如佢有冇溝通嘅能力。會唔會聆聽別人嘅意見，定係倒轉頭我行我素，唔理其他人講啲乜嘅？咁所以當係一啲叫小組討論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同學要注意就係唔係淨係自己講自己嘅一啲立場，好多時都要聆聽其他人嘅意見，最好可以綜合，可以回應，去表現出其實佢係有一個團隊合作嘅精神，而唔係自己去領導而唔理其他人咯。咁呢個係小組面試特別出現嘅地方。我諗小組討論兩個難點啦，第一就有不停講嘢嘅人，咁啊面對不停講嘢嘅人咧，確實我自己都覺得係難啲去處理。好多時就透過面試官咧去阻止佢，然之後去分配俾其他人去回答嘅。如果真係要去即係避免呢種壟斷咧，可能真係要禮貌去打斷佢嘅説話，咁然之後去將自己嘅觀點去講出嚟。咁另一個難做嘅就可能會有一啲唔講嘢嘅組員，
咁呢個就反而同學係可以有啲功夫去展現佢嗰個團隊合作嘅精神，例如佢邀請嗰個少發言嘅同學去講佢嘅觀點啦，呢啲都可以表現出咧佢係照顧唔同人需要嘅一啲特質嘅。咁所以面對呢啲情況都可以有啲反應。好多時啲同學咧關心就係嗰個叫做面試嘅結果，例如佢答嘅答案好唔好啊，答案係咪正確啊？但係好多時咧面試咧，佢觀察一個同學未必係佢講嘅説話嘅，而係有好多其他嘅反應嘅。舉個例，佢聽緊人講嘅時候，或者小組討論嘅時候，佢嘅一啲肢體語言，佢嘅一啲眼神表情，會唔會充滿不屑啊，定係充滿尊重？其實都會喺個面試官個眼裏面咧去睇到或者評分嘅。咁所以同學同時間咧都要留意自己言語以外嘅一啲反應。第二個就係有陣時咧，可能考官其實係想睇同學，例如嘗試去回答。又或者係咧，當面對唔識答嘅問題嘅時候，佢點樣去解難？點樣去冷靜去分析啊？咁所以有陣時啲同學見到一啲唔肯定嘅答案，或者自己唔熟悉嘅範疇咧，其實都可以嘗試去答某一啲內容啦，甚至乎去要求面試官再俾多啲提示佢，然之後再去整理咯。咁我諗嘗試係好緊要嘅，因為面試咧好多時佢都唔期望個學生識晒相關嘅知識，因為佢未讀相關嘅學科嘛。咁反而係想睇下佢一啲真係特質。舉個例，佢係願意接受挑戰嘅，就算我唔識，我都嘗試去答。我願意解決問題嘅，咁我唔識都可以問下其他人，可唔可以俾啲提示佢再去回答？咁好多時呢一啲反應咧，仲睇到佢嗰個叫做同學嘅特質，而呢啲特質可能面試官更加係珍惜嘅。